Hello，大家好，歡迎大家翻到嚟風望中史2025 DSE 中史科大熱課題溫習重點分析。我係你嘅中史導師 TK Lee，事不宜遲，我哋馬上開始。我哋今日咧就首先咧先提下大家咧，就係咧我哋咧其實風望中史咧一直以嚟咧都致力咧為大家咧提供啲免費嘅資源㗎。咁所以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入面咧，其實我哋係放咗咧唔同 topic 嘅一啲解卷嘅片。咁所以咧同我哋有興趣嘅話咧就可以睇翻啊。OK，咁尤其是咧我近年咧都有放咗啲 mock examination 咧嘅必答題嘅議題嘅。OK，咁咧所以咧同學咧可以望一望啊。好，咁咧冇問題嘅話咧，我哋就講一講咧，就係呢個出題趨勢嘅分析。咁啊呢個部分咧，其實講到口都沉咁，但係咧我都不厭其煩咧講埋 last 一次啊嘅。咁嗱，有好多同學咧都會即係問啦，就係咧其實會唔會出西周、春秋、戰國咧？其實正常情況下咧就唔會出噶啦。咁啊，因為咧其實我哋中史咧甲部有5個單元啦，咁雙數年咧就出呢個西周、春秋、戰國。咁而我哋話啦，就算咧佢出西周、春秋、戰國咧，都唔會喺呢一個必答題啊。咁最多咧可能講緊咧就係戰國咧有可能咧溝少少落去咧呢個嘅秦始皇嗰度，可能咧係3分4分咁樣嘅啫。咁咧原因係咧，因為其實佢上年咧佢上年其實佢出晒成條25分嘅選答，就問晒西周同春秋，咁唯獨是004咧佢冇問到戰國嘅。OK， 上年嗰條係問春秋咧嗰個嘅政治特色。OK， 好啦，咁所以咧其實佢有機會咧有少少戰國咧喺嗰個秦嘅背景嗰個位度嘅。咁一般嚟講咧，我相信咧可能會有關係嘅。OK， 即係例如可能講緊我哋話啦，其實你讀呢一個秦始皇咧2021嗰條題目問究竟咧秦始皇咧係即係佢做嘅嘢係時勢所需，定係咧佢係暴虐害民咧？其實你溫翻時勢嗰 part 咧，其實你大概咧會掌握到咧就係佢邊個位咧會可能咧扣連到。又例如好似我哋 mock examination 咁樣咧，就問咗咧就係秦始皇點解要行郡縣制點解廢封建行郡縣？咁嗰度咧有少少咧係扣到少少戰國，咁但係咧我相信咧其實都比較少會咁做嘅，一般比較少會咁做嘅。咁所以呢個位咧，我覺得大家唔需要太過擔心。好啦，嗱咁跟住咧，我哋正式講一講咧，就係呢個甲部嘅部分啦。咁甲部咧，其實我哋以往都一直係講緊啦，就係其實咧甲部嘅必答題咧，好大機會咧就係呢個嘅北魏孝文帝啦。同埋呢個咧隋文帝，原因咧係因為上年咧其實佢出隋唐治世同埋安史之亂咧，佢出咗個必答嘅即係其實主要係出安史之亂啦。咁唐咧係愣咗少少，就問太宗元宗咧就去講嗰個咧兵陣嘅變化咁樣。所以其實咧佢就特登係冇出到呢個隋文帝。OK， 所以咧我哋覺得有機會咧會出隋文帝嘅必答，尤其是咧就係講緊其實隋文帝係冇正式出過必答題，只係咧呢個2018年嘅 sample paper 咧就問過隋文帝加唐太宗。OK， 例如可能會問到咧就係唐太宗咧有冇重犯翻呢一個隋文帝嘅缺失。OK， 咁所以呢度咧想大家留意一下。同埋咧其實如果你睇翻咧 YouTube channel 入面咧，其實我上個年度咧都係出過一 set 咧係 mock examination 咧嘅隋唐必答題。歡迎同學咧去即係睇一睇嗰個題目啦，咁亦都可以做噶。好啦，咁咧我哋話啦，除此之外咧。其實呢個秦王漢武我相信咧，其實好多人都覺得有機會咧會出呢個必答題嘅。OK， 另外咧就係聯會有出到呢個咧清君主同埋清初民族政策嘅必答啦。咁所以我哋咧盡量咧都希望同學咧可能咧要簡略咁樣讀一讀嗰個部分。OK， 清君主咧，我相信咧即係如果真係咧出必答嘅話咧，佢其實可能會咧係楞到落清初民族政策啦，或者楞少少明史。咁問嘅咧都會比較直接。因為其實以往出清君主咧，清君主呢個部分咧，佢係13年啦、16年啦、19年出過啦。OK， 咁同埋21年出過。OK， 所以咧其實25年咧都差唔多又出翻噶啦。咁如果佢唔係出選答嘅話咧，正常嚟講咧，佢以往其實出咧都係出呢一個康熙帝嘅南書房啦、雍正帝嘅軍機處啦、康熙帝嘅密接制度 1.0 同埋雍正帝嘅密接制度 2.0。咁所以咧呢個部分咧，我相信咧係比較直接簡單嘅。OK。咁清初民族政策咧，漢族其實我相信大家唔會有太大困難但係咧少數民族會唔會咧？呢個咧我相信唔算好大機會，但係咧當然你立望一望，我哋等陣咧都會望一望嘅。OK， 好，然後我哋亦都提一提同學啦，就係咧因為我哋咧其實係5大單元啦。OK， 其實咧就西周春秋戰國咧就係第一個單元，就夏商周嘅單元啦。咁所以咧其實佢唔出啦，咁但係咧其實佢另外4個單元咧，其實都應該咧係各佔一題所以咧其實咧同學讀嘅時候咧，其實可以盡量涉獵一下啦。即係如果有時 M high 嘅話咧，因為你唔知道邊一個咧會出必答因為其實夏文帝係單元3啦，隋文帝係呢個單元夏文帝係單元3，隋文帝係單元4。
咁呢個秦皇漢武咧係單元2，咁而呢個清君主清初民族政策咧係單元5嚟嘅。OK， 好，咁咧就呢度特別想提一提咧，就係選答題啊。咁啊咧，除咗我啱啱講就係秦王咧，可能要驚有幾分咧可能會同戰國有關之外咧，可能都要留意下咧，就係宋元明清咧，如果你攻嗰條咧，咁當然你讀北宋啦。咁但係咧正常嚟講咧，因為北宋咧2023年咧已經出咗必答，而且咧佢仲問晒咧削弱相權、強幹弱枝同埋官職差遣。咁所以咧其實基本上咧北宋咧就應該係唔會出必答噶啦咁樣。咁啊另外咧有啲咧即係較不重要嘅課題啦，咁啊包括啲乜嘢咧？咁啊除咗呢個西周春秋戰國之外咧，王莽東漢啦、元宗安史啦、元朝咧都係較不重要嘅，因為其實安史咧通常咧都係隔年咁出，咁上年佢比較大比重咧出喺呢個必答題，咁所以我哋咧認為咧安史之亂咧唔係咁重要。咁同埋咧元史咧其實就不嬲都好冷嘅 ，OK， 咁啊即係佢14年出過啦，20年出過啦，再出嘅時候咧已經係啱啱上年2024啱啱出咗，咁啊而且咧個選題咧極低，咁所以咧其實基本上咧就算你貼宋元明清咧，當然啦，即係你話你諗住真係攻宋元明清嗰條題目嘅話，咁你有溫一溫元史咧係即係有需要嘅嚇，即係心安啲。咁但係咧其實最後佢會唔會真係出咧？咁個機會咧真係微乎其微，因為咧元史次次出咧嗰個選題率都得極低，可能係講緊咧得幾個 percent，得8%咁樣嘅。咁所以咧其實就相對嚟講考評局咧都唔算好中意出呢個 topic。好啦。咁其次咧就講一講咧就係月部出題個趨勢嘅分析啦。咁月部嚟講咧，咁當然係3個單元，晚清、民國、中共各出一題啦。咁我哋話必答題咧，咁啊大家其實都相信咧，其實好大機會係民國嘅題目啦。咁啊民初政局同埋咧就係我哋今次 mock examination 咧都係出抗日戰爭。原因咧係因為咧其實抗日戰爭咧係勝利80週年。如果我咧有認知嘅話咧，其實我考嗰年咧2019年嘅時候咧係改革開放嘅40週年。咁所以佢就出咗改革開放，咁所以咧，今次咧抗戰勝利係一個即係民族榮辱，咁會唔會佢出呢一個嘅抗日戰爭咧 ？OK， 咁其實係會有機會喺必答題，又或者可能喺選答題都會有機會。OK， 咁咧就抗日戰爭呢個部分咧，喺2023年嘅時候咧就最上一次出啦。咁咧佢出嘅時候咧出得好短好簡單，就問過呢個汪精衛嘅驗電，同埋咧問呢一個游擊戰。咁所以佢都問得比較旁支少少，咁好耐都未問過咧，就係抗戰勝利原因咯。咁所以呢個部分咧，絕對係有機會㗎。咁所以 mock exam 嘅時候咧，都係特登出過呢個部分。好啦，咁另外咧就係即係大家都會相信咧，就有機會咧，其實中共都會有機會嘅，因為原因咧就係正常必答題咧係民國同埋呢一個中共咧輪流揸莊 ，OK， 咁所以咧。當然啦，我哋隔咗1年咧，就係即係呢個晚清咁理論上咧其實應該去翻呢個民國咁，但係咧其實都會有試過咧，就係再出中共嘅咁樣。OK， 咁好啦，咁然後咧我就再講一講，就係咧晚清你話係咪完全冇機會出必答咧？其實佢出必答嘅機會咧應該係微嘅，所以我都擺喺 C grade 噶啦。咁但係咧你話鴉片戰爭甲午戰爭咧我覺得都係即係有機會會出嘅。咁因為鴉片戰爭咧其實好多年係冇出過呢一個嘅答題噶啦，即係其實佢上一次出嘅時候咧，應該係16年啦。OK， 16年咧就成條咧都係問鴉片戰爭，咁但係之後咧都好耐冇出過。或者你勉強叫做18年要叫出過嘅1-2分，咁但係1-2分我都覺得唔算出咗啦。老實講係咪？好啦，咁跟住甲午戰爭咧就係戰敗130週年，咁1895年啦。OK。咁以往咧試過 sample paper 咧試過咧係甲午戰爭 cross 呢個抗日嘅，咁但係我相信正常而家嗰個考評嗰個操作嚟講咧，佢唔會咁樣玩㗎嚇。呢個咧係一個比較早年份，可能12到15嘅時候咧，佢會比較中意咧係 cross 一啲佢可以 cross 甲部乙部啦，佢可以 cross 乙部入面嘅一個 topic 啦。咁但係而家咧一般咧就比較少啲 cross 咁遠啊，因為佢就算 cross 咧，可能例如19年咁樣係呢一個。中共入面佢 cross 呢個文革溝改革開放，咁咧佢係順住個時序嘅，又或者咧可能講緊就係20年咁樣抗日 cross 呢個內戰，咁都係咧即係相連嘅課題，咁就比較少咧機會啦。可能講緊甲午 cross 抗日呢一類咧，即係比較怪嘅 combination。不過咧以往咧係有即係好耐以前咧係有啲咁嘅嘢嘅。OK， 好啦，咁我哋話啦，建議上咧，其實同學咧理論上今年咧最值得投資嘅咧應該係民國啦。咁我相信咧有啲同學咧可能甚至咧係即係諗住 all in 民國。OK， 咁你唔驚嘅話咧，其實咧 all in 當然係冇問題啦。OK， 咁但係咧，我覺得如果 for 一啲咧 M5 5星5星星嘅同學咧，穩陣係最緊要嘅。OK， 穩陣係好緊要嘅。OK， 好啦，咁
同埋咧，我特別亦都想提一提啊，就係晚清嘅部分咧，我成日都喺 Flex 度見到啲同學咧就話：哎呀，今年戰爭好重要啦，係咪？即係鴉片戰爭啦、甲午戰爭啦、八國聯軍好重要。咁但係咧，你睇翻趨勢咧，19年打後咧，其實佢通常都係列強的入侵同埋改革與革命咧係一齊出㗎。咁所以咧，其實都建議同學咧就係盡量咧係要兼顧埋咧洋務運動嘅部分。OK， 千祈咧就唔好話完全唔溫改革與革命啊。的確上咧係出咗必答題。咁但係如果你要選晚清嘅話，咁佢其實好大機會咧就會將兩課擺埋一齊出。OK，咁啊維新會唔會再出咧？OK，咁呢個就拭目以待啦。OK。